大家好，我係 Jessie，歡迎收聽國際人口脈搏系列節目。今日我哋要講一個令人振奮嘅好消息，人類社會一個最古老對女性嘅偏見正喺度悄悄改變。以往呢，好多文化都重男輕女，甚至連出世之後，女仔都可能因為性別而被拋棄。喺20世紀末，全球有超過1億女性消失，當中包括中國、印度等地因為性別選擇性墮胎而失去嘅生命。單自1980年起，全球就少咗大約5000萬名女嬰出世。不過好消息係，近20年嚟，呢種偏見正經歷重大轉變。全球男嬰過剩嘅數量大幅減少，出世性別比例已經恢復到生物學上嘅正常水平。咁點解會出現呢個轉變呢？首先係因為女性地位嘅提升，而家女仔喺學業同職場上嘅表現越嚟越出色。全球學生評估中，女仔喺閱讀能力上普遍領先男仔，高等教育中女學生比例亦都更高。其次係政府政策嘅推動，好多政府開始意識到重男輕女帶嚟嘅社會問題，並採取措施打擊性別選擇技術，例如中國同韓國、印度甚至推出咗拯救女兒、教育女嘅宣傳活動。最關鍵嘅原因係父母觀念嘅改變。喺韓國，經濟學人報導指出，1983年有高達48% 嘅女性認為有必要生仔，但係到咗2003年，呢個比例驟降到只得6%。而家近一半嘅韓國女性表示佢哋更想要女。喺日本，呢一種轉變甚至更為徹底。到喺2002年，75% 只係打算生一個孩子嘅夫婦，明確表示希望生一個女。而喺美國，因為法律允許體外受精嘅時候選擇性別，越嚟越多證據顯示，不論係選擇生育定係領養，準父母都傾向於選擇女仔。當然，前路仍然有挑戰，部分地區嘅重男輕女觀念依然存在，但係毫無疑問，對男仔偏好嘅下降係人類社會一大進步。好啦，今日國際人口脈搏嘅節目就講到呢度，你哋對呢個趨勢又有咩睇法呢？歡迎留言同我哋分享，下次再見。